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每一年的11月20是国际儿童人权日，这是联合国在1989年的会议通过以儿童作为人权主体的儿童权利公约。到2019年，公约颁布就满30年了。今仔日节目一开始，咱要为无同的面向来关心到儿童的权益。像这个2岁年龄摔落底烧汤的大鼎，规身躯是2度到3度的烫伤，将做伊一世人的阴影。也有一个5岁全互火烧着伤，需要定期做复健。这个囡仔而这尔细汉，就遭遇着不幸，成长的过程要安怎来避免着别人的歧视呢？做大人的，阁要安怎好好来保护咱身躯边的囡仔呢？咱做伙来关心。我想要跟朋友一起溜滑梯。你最喜欢大家说你什么？我没有手，跟没有脚。机构也不能照顾你一辈子，分开久了，希望能有一天能全家再团聚。你想要留在台湾多久？很久很久，100千万天。6岁全甲细2岁小弟真欢喜伫公园内面出石撸，两兄弟算过一遍过一遍，拢袂怕忝，这是因上界欢喜的时阵。我这里有来过，应该是5次啦。是哦，那你喜欢来这里吗？喜欢啊。穿压力衣的全动作真灵活，8关8架，这种小可代志，对毋捌看过摄影器材，更加是真好奇。在干嘛？快点表现给爸爸看，快点！等到厝内，甲点点食饭的小弟比较起来，因老爸老母真正无全的发动。好冰啊！哎，你不是晚上说很热吗？所以我会逼你啊。甲因老爸咧烧耍，完全看袂出来讲，伊是一个烧烫伤的小病患。当这个压力衣烫落来时，小小身躯、胸坎、下海甲手骨拢是气，互人看了真唔甘。反正讲，这个全的气会萎缩，因老母3不5时再搁替伊做复健。哥哥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放轻松，你越挣扎我越大力哦。他抵抗我就是以我的力气去压他，然后我压不动的时候啊，我就叫他来。我来了，不然我他更大力。那时候医生跟我讲说，你复健如果没有复健的很好的话，可能会再手术，就是把它重新归零，然后继续穿，继续植皮。那时候当下听到之后，我要用我的力量去让他一路走来，就是完全不要开刀，因为每次进去就是觉得心就是在被割一块肉。2年前，敢若阿嬷甲全伫厝诶，趁大人无注意时，全走去3楼佛堂，讲想要拜拜，摕来台喷枪，想要点香，想要到烧着衫裤，一发不可收拾，造成规身躯30%深2度到3度的烧伤，颁发出病危的通知。那时候医生说，你可能要一个准备这样。那时候当下的时候，我心想，惨了，怎么办？然后轮到他顾他的时候，赶快去什么样的方法，问神明什么都去跑。自责说，如果不要忙着工作的话，小孩子可能多看一点什么话，应该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。虽然救回一命，也要全休息，清空喙正皮，开将近20摆刀，出院了发现有创伤压力症候群，伊看到7分人就会惊。我们都会带他出去走。那有的时候就会在别人的口中听到，啊，这个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包起来像蝙蝠侠，或者是怪物啊，或者反正有的不好听的话都会出现。手放开，手放开。谁把你弄最痛？妈妈。爸爸。福建之路更加歹行，无要好这气萎缩，造成机体功能发生障碍，包括举手、天开甲练球，这基本动作对全来讲拢是噩梦。
那时候在阳光的时候，我整个大生气啊！好，走，我们走，不要复健了，你就上饭烂就好了。生气呀、气到我就骂他就哭啊。然后就想说，我就说我们就是要认真去复健啊，不管再怎么辛苦，我们就要熬过来。妈妈也是陪你的，这条路真的不好走，很难走。家长在面对到这些事情都是第一次面对到，他其实也很需要旁边有人可以陪伴着他们。我们其实就像黑暗中的萤火虫，就是陪着他们，照亮他们，然后可以走过这一段隧道。在阳光基金会社工协助下，经过一冬外拍拼，全袂阁惊人啊，嘛转去幼稚园读册，露出笑容，感情阁较好。规家伙啊，嘛总算会使行出阴影。亲爸爸。那你再亲妈妈一次啊！我们数到100，小烫伤福建是一条长又阁艰苦的道路，对幼囡仔来讲更加是艰苦。全等到阳光基金会秘书，就是等到家己的厝，看到两回人，会主动斗3工做福建。摸不到，要再高一个啦。家长嘛，趁这个机会做交流。2019年初，厝内开饮料店的人，无说是跋落去倒煮好的茶汤内，规身躯超过52%度到3度的烫伤，想起了这几个月来，人老爸真艰苦。他痒就是抓到流血，他还在抓，抠到流血，把那块肉拿起来，然后把它掉了，就掉了一块肉下来，整块好大，50元大。血流的整个衣服、床、棉被都是，而且这种事情还一直在发生。本来健健康康、好好的一个囡仔，不过规身躯拢是伤，做爸母的是真自责甲亏欠，只能甲家己讲，爱搁较认真甲陪伴，做伙做福建。他没有办法像以前能够轻松做到的事情，他现在没办法做到。可是，在这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说，他有慢慢变好。虽然说表面的疤痕是真的可能没办法磨灭了，但是你发现他动作啦，蹲越来越蹲得下，手可以越来举越来越高。人为每礼拜到阳光福建2天，即马改为1礼拜1天，搁甲全变成好朋友。爸爸，来一个，黄仔这边的，我赶过来。爸爸把热豆浆还有豆花放在后车厢，没想到一个紧急刹车，造成4岁女童全身40%的2度烫伤，疑似因为野炊不慎发生瓦斯罐爆炸，共有11位学生脸部、手部灼伤。普遍大人无注意，甲囡仔相煎和儿童烧烫伤的事件一直发生。阳光基金会统计，最近3年来服务的个案，12岁以下儿童烧烫伤的原因的比例，以78%烧的滚水、烧汤、身躯的水等等烧水烫伤的上济。过来是12%是火灾、瓦斯，也是炮等等火焰造成的。另外就是像化油水烧着伤，也是车祸等等。预防的观念是说，你在面对任何危险源，你就要有戒心，你千万不要一只手抱着小孩子，一只手在操作这些事情。我们要正确的急救误信偏方，以防2度伤害。那这些偏方呢，可能是什么酱油啊、牙膏啊。烧烫伤第一时间要记真冲烫浸砍送，处理烫伤的5步口诀。不过儿童烫伤基金会发现讲，统计过去10年来有5000多名儿童被烧烫伤。其中有80%的家长唔知讲正确冲水时间是要偌久？冲水15分钟，然后慢慢的在水中把衣物脱去之后，再浸泡15分钟。这个是最基本的处置。妥善的急救的人，大概会少2天的住院有股力量在支撑，充满了我的心房。治疗水带头下，冬音配琴声治疗伤痕嘛，唱出希望。4年级的朴伟2年前交到电磁炉电线拔倒，当你滚的火锅规个倒落来，超过20%的烫伤，伫病院足足待1个月。检伊一回余弦是1岁半的时，分老爸倒泡好的烧茶烫着伤。即马2个人的工序已经初步好啊，免阁穿压力衣啊。它就跟一般皮肤一样，只是不一样，只是它长得不一样。
爸爸跟我说的。奶奶在上班啊。拢是绕魂的皮肤，秘书是刻了真深的刀庭，每日拢忍受折磨，一世人难以磨灭，更有可能改变囡仔一生。这个囡仔因伫福建这条路上，需要父母、亲戚朋友甲社工详细照顾，嘛需要社会大众正面看待，才会恰日的记号。烧烫伤的囡仔，找到免疫病技师，得到终生蜕变的机会。有很好的未来啊，对，然后也是正面的阳光，可以看到有需要的人可以去帮忙，毫不客气这样。在他的生活做他的朋友，对待他的方式是可以像我们父母一样的方式在对待我的孩子的。